这场发生伫北大国小外口的车祸呢，是拢总造成3个人死亡，12个人受伤。拜二早起，三峡国中抑个北大国小是来办理安心宣导的讲座。心理师是来强调讲，不管是大人也是囡仔，拢应该爱避免重复来看这车祸的影像甲资讯，才袂造成过度警觉、惊吓，甚至是影响情绪的状况。拜二早起，有民众伫学校附近的路口献花、放四手啊，向这无辜的生命致意。5月19日，新北三峡北大国小外口发生严重的车祸，造成3死12伤。三峡国中和北大国小也伫拜二办理安心宣导讲座。新北市教育局表示，已经安排心理督导进驻学校，会针对学校导护人员甲受影响班级提供情绪辅导，一直到学校安稳。由教育局调派专业辅导人员进驻校园。针对受影响师生进行团体或个别关怀陪伴，依学校师生实际需求弹性调整，并持续至校园安稳。这个重大车祸肇事责任还未厘清，除了校园周边交通安全议题，又搁再受到讨论。心理师表示爱稳准家己有情绪，不过也爱提醒，不管是亲目睭看到，或者是透过新闻网络看到车祸状况，拢应该避免重复看这个资讯。若较严重，头壳内甚至会直直出现车祸的画面，也就是出现心理学讲的闪回这款情绪现象，就要特别注意。可能会感觉讲，敢若搁转去迄个现场，迄个时间，所以感觉身体足紧张的，肌肉足紧绷的，无暗时困的时阵，可能嘛会一直去想着迄画面，迄现场迄声音，迄画面。可能会困袂去，失眠，也是讲，足早就醒起来。心理师建议家长也通观察囡仔咧过车路坐车的情绪，若是有焦虑、会惊的状况，应该更加避免上过注意车祸相关的信息，甲注意力放伫原本的生活。若是观察落来超过3个月，心理状况无改善，就建议寻求专业医疗的协助。记者张家嘅林晓凯台北报道。